喺10月嘅時候，我同朋友去咗一個台灣嘅短旅行。我哋大部分嘅時間都係 hea 住咁玩，當中唯一比較充實嘅呢，就係去咗個屏東1日遊。我哋係響 Klook 嗰度報名參加咗呢次滑翔傘體驗，佢哋有提供由屏東火車站去到蔡家飛行傘場嘅接駁服務，好方便我哋呢啲冇揸車嘅人。你現在要做什麼動作？起飛要對，然後呢？然後就對，沒有跟你喊停就自己行。好，那降落呢？降落山腳就太高了。從哪邊來的？香港。香港話，你普通話講得很好。我有點懼高。哦，沒關係，再認真跑。來是哈，一抖一直跑哈，能坐下跑用力一點哦。好。我再1、2、3說往這方向跑，跑的過程沒有喊停就不要停哦。好，我喊1、2、3，好，1、2、3，往前跑，用力哦，再跑。其實呢，我喺去到滑翔傘場之前都唔係好驚，但當我起步之前見到前邊嗰個斜坡咁斜嗰陣都拗拗地。不過順利起飛之後呢，就覺得好正，發現都冇想象之中咁驚。其實呢，我喺6年前去台灣嘅時候已經想玩滑翔傘㗎喇，不過嗰陣最後都冇玩到。通常我玩呢啲戶外活動嘅時候呢，都冇乜運氣。嗰陣去蘇格蘭 Highland 又落足3日雨，之前返工帶隊出活動嘅時候又遇啱紅雨。今次報咗名之後又聽講話台灣好似打風落大雨咁。不過今次都算係唔錯㗎喇，雖然冇話有啲咩一望無際嘅大藍天，但最後都係有啲太陽嘅。不過後尾教練有解釋呢，話屏東地理位置影響，所以落雨嘅機會比較細，係一個玩滑翔傘嘅好地方。飛行傘場起飛嗰個位呢，就大概400幾米高，你見望落地面都幾廣闊。不過因為今次係第一次體驗滑翔傘啦，所以就冇加時，過程大概7分鐘左右。如果下次玩嘅話呢，我會想玩長啲時間，反正都山長水遠嚟到咯。成個 package 呢，就大概700蚊港紙左右。之後教練就載返我哋去一個附近嘅公車站，要成個鐘頭先有一班車，所以真係要計好時間到。呢個道路駕駛考驗中嘅牌嗰陣，令我突然諗返我要考車嘅呢個壓力啊！跟住落嚟呢2間餐廳都係滑翔傘教練推介嘅，我依碗牛肉拌麵都淨係130蚊台幣，雖然未去到好驚豔啦，但都算幾好食。而另外一間甜品鋪呢，就叫做鼎昌號，個老闆放咗好多自己嘅收藏品喺個店入邊。呢個芋泥綜合芋圓雪花冰都淨係99蚊台幣。食飽咗之後呢，我哋就去咗勝利星村着和服影相，造型、化妝同埋影相加埋呢，每個人3500蚊台幣。入到去之後呢，先會揀咗和服嘅款式先。店入邊除咗有唔同和服之外，仲有一啲浴衣可以揀。之後就會由造型師依次序咁樣幫手着件和服，最後就會有化妝師幫你化妝同埋 set 頭。擺 pose 影相從來都唔係我嘅強項，而且攝影師仲話我係咁眨眼添，玩玩下都搞到有啲眼瞓同埋肚餓，所以我就用咗同一個笑容影晒成輯相。我哋2個人一共可以揀16張相，佢3個工作天之後呢，就會俾相你揀。影完相終於可以去食飯啦！我哋喺附近隨便入咗一間餐廳。呢個火鍋餐呢，就每個人360蚊台幣，食物質素嚟講呢，就中規中矩啦。但反而值得推介嘅呢，就係佢個將軍乳酪芝士蛋糕啊，個味道都好濃郁。
臨走之前呢，再去咗一間滑翔傘教練推介嘅夜市小店。東山鴨頭呢係台灣東山區嘅特色小食，係將鴨頭、鴨頸、鴨翼同埋啲內臟部位先用中藥嘅醬油滷咗佢先，然後就再經油炸。而呢一間呢係個教練覺得滷得最入味嘅，都好適合做宵夜買返去食啊！咁呢次嘅屏東一日遊就去到呢度啦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